同学们，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，粽子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食品。你们知道粽子的制作过程吗？我们一块去看看嘉玲和洛登是怎么做粽子的吧。小主做，俺对前呢，中国与所定对前系列，对前的弄罗前呢，没得么容易在里使用，且在罗前作为刚日一些，也令俺做娘的，内做动罗的年纪，罗前工作作为今日垃圾当中。内做了，将这煮茶。大胆出人吧音。就把这么多罗马吃着了啊！煮茶送呀，吃了这。罗点了，学姐罗马子呢就下节人。等罗钱这些着爸爸的呀，去老农跟家的呢，罗钱就农你的。我那罗马去弄的做点这嘞。罗钱这爸爸罗马的去弄子呢，年梦见着来的，他把的人民20点把就来的啊。呀，我这么心疼，阿子，我呢这么心不是真的。你懂了，去俺来入些呢，罗马的到白茶家呢，你就吃得对数啊。我呀，连跟的俺啦这处处人。呀，大弟弟，为等农家呢做球的啊。啊，弟弟，论钱的到了的呢，我嘛还就心不影响的啊。对那这个来伊，俺已经就把啥的。就在沟当，点到起大众旅送。年春等着什么来接？俺对前啦，扎西得了个。年春等着什么来接？俺对前啦，扎西得了些。同学们，刚才这段情景对话中出现了一些新词语。我就做，但俺在公个雷木农的行为，他呢撒巴拉记得。粽子，粽子。罗钱，罗钱。粽子，罗钱。糯米，糯米。jarnje，糯米。jarnje。高压锅，高压锅。乌地，乌地。高压锅，乌地。清香，清香。正眼俺丝丝，正眼俺丝丝。清香，正眼俺丝丝。柔软，柔软。研究，研究。柔软，研究。论钱呢，
俺对前个吧，所有对前的谁的时间点，讲的的总是个老米这些最难这把些的，我进啦的那学院啦整数些别切的大数循环系列噻。但呢，中国逻辑图的人呢就对你哈种切为谁的系列。俺妈全球第二节干呢，同志一比罗钱大约，但你对定这把的，罗的一大王俺比当过了，中国以没些千层层面，讲这帮心，中心个罗马住啦，罗钱主义所约，路上的可以亚当，加变数一些呀一下路一就加看个啦红，差不多所约的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些新词语。老主座，公个卡达呢，他年38卡心度，但俺记他年38得到下熊西下。粽子，粽子。罗钱，罗钱，粽子，罗钱，糯米，糯米。jarnje, jarnje, 糯米，jarnje, 高压锅，高压锅。udi, udi, 高压锅， udi, 清香，清香。jengel, ngarsel, jengel, ngarsel, 清香，jengel, ngarsel, 柔软，柔软。捏锯，捏锯，柔软，捏锯。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再见。老主座，第二个罗钱的年长下来人打点木鸡。点木鸡。点木。老主座，左面演车运动用那这一个呢，好像个用错的这里些八个时候，等这些呢，前年啦，给你好了一连载出去给这里些比，人与比他去多比各个比。